后来，过来在地人在地情，要来讲做16回成年礼，是台南府城特有的传统民俗。今年因为有疫情，所以安平的天后宫决定来缩小着规模，伫农历的7月初7，七娘妈生的时阵来举办。啊，这场嘛是台南市今年唯一的一场成年礼。地政宣布，这是成年礼其中一个重要的仪式。台南府城做16回，这是全台特有的传统民俗。国内疫情降为2级的境界了后，台南开台安平天后宫为了延续传统文化，决定要缩小规模，将伫农历7月初7来举办。这摆主要是针对民国95年出世的囡仔。做16回迄一日开始，伊要安怎家己独立，要安怎对这个咱的社会做一个贡献。咱的活动吼，伫8月14吼，就是咱农历的7月初7同款，咱台南市政府同款，甲咱的安平开台天后宫来合作，同款来办理咱这上届有在台湾吼上届有特色吼，咱的做16回，互咱的七娘妈吼，咱的妈祖吼，会使来甲加持。今年采分流方式进行，报名人数降到150个人。当时嘛促销户外招募经仪式，改做室内祭拜七娘妈，2桌来代替，透过鼓励代表讲，因已经长大人啊。